啊，来看边境开放了后呢，这个一个开放国外旅行团，即马拢到台湾啊，一团5人，这个泰国旅行团来到台湾的南投游览，带团的是一个有72万这个迷众的网红叫波波，伊捌伫台湾住4冬，即摆一个落飞轮机，伊形容讲是敢若转来到母国共款，感动甲强要流目屎。另外，嘛有一团15人的马来西亚踩线团来台湾要进行3天2夜踩线行程，讲要去南投体验地文化。体验对30公尺高的天顶降落的感觉，来自泰国的网红旅行团，随着边境开放嘛，来到台湾。伫南投号称是全球上大生命树环球步道，佮有好耍的冒险活动，互因感觉真刺激。Very exciting. 有71万位迷众的泰国网红，泡泡真幸福，即摆带团来到台湾旅游。一阵4个人全部拢是泰国的网红。泡泡捌伫台湾待过4年，对台湾有美好的记忆。伊形容来到台湾，拄落飞轮机，就敢若是转来到母国。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就一到那个机场，我就快要哭了，是真的，没有夸张。珍珠奶茶ชานมไข่มุกขึ้นมาบนโลกใบนี้ค่ะตบมือให้เขาหน่อยค่ะ。泡泡的面前影片介绍台湾的旅游景点和美食小吃，还有附中文和泰文的字幕。这15点钟，就有1000多人起站。台湾的边境过2年半重新开放，业者嘛早就准备好要接待外国贵宾。台湾其实是做的相当好。那台湾当然相对谨慎，像我们进来，我们一样量额温、体温跟喷洒酒精，然后我们一样是全场全馆戴口罩。即摆来到南投的，阁有一阵15人的马来西亚踩线团，因计划要进行3天2夜行程。洗完日外谈了后，就赶紧离开，体验南投的地美文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